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个扶持，互忧伤变正欢喜。当我是一个软弱的时，我要完全我靠你。愿你主爱伸手来扶持，因错保护无骗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个扶持，互忧伤变正欢喜。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个扶持，互忧伤变正欢喜。咱来感谢上帝，昨的选举是真重要的一场选举，嘛顺利完成，导出咱大家选择的候选人总统，献上感谢。来，伫祈祷之前，咱来读主的话，咱参甲来读来。就感谢万主的主，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只有伊做奇妙大事。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徛袂得了？总是你会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咱来献上感谢，对所经过、所拄到的代志，咱一切来献上感谢。相时，咱嘛为着咱做无够的，也是互主的名得到污染的，得到降低，咱拢为这来献上咱的认罪来悔改，求主成圣神来帮助咱，勇行咱的心灵。会当来徛伫主的面前，咱三个来感谢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圣神的保守。主有的思想的意志，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创造公义，你是万有。主万有最最，也是查做的，主你赦免我，我伫有意无意中间来得罪主你。求主你也赦免我，互阮会当存着一粒清气的心，来甲主你相结连，来到主你头面头前敬拜，求主你圣神甲我三甲伫地。天父上帝，你是大的主，你是至高的上帝，你的疼无限。主，阮献上感谢，对过去一礼拜阮所拄到的代志。大大小小，阮拢感谢你，因为你教示阮凡事爱感恩，凡事爱感谢。主上帝，阮感谢你，圣神带领台湾，昨昏这个总统甲立法委员选举已经顺利来完成，搁一遍显现民主制度的重要，甲伊的意义。主，阮感谢你，恳求圣神，你也继续祝福伫新当选的总统。团队以及所有的立法委员，求上帝圣神来带领因，互因伫行伫公义正统的道路顶面，会当继续为台湾百姓的福利、百姓的幸福来打拼。阮恳求圣神，你也赦免阮。伫过去的日子中间，有做无下主你旨意的，因为阮的肉体软弱，阮心神的软者，你甲犯着罪。求主圣神，你来怜悯赦免阮，搁一遍洗净阮的罪过，用主你的话充满伫阮的心灵，互阮会当搁一遍来徛起伫你的面前，继续来亲近主，来敬拜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
继续咱来移地甲透放，咱依然继续来读主的诗篇第128篇第80甲第9节，来同齐来哦，1、2来。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赐福予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咱邀请主耶稣，成做你的灵、你的思想、你的情感，甲你的意志、个身体的主，将你的一切挂虑来交托给主。来换手伫你的感觉心有病痛的所在，求主圣神亲自来医治。咱三个开声来祈祷。全能悲上帝主，我感谢你，主，我一时后请你来成做阮心灵受气，感谢气质，以及我肉体主，我要将自己来献上予你，求主你亲自来看顾，阮检测有做做的病痛，有做做的心灵的欠安，就是主，我靠主你，阮就要得到医治，求主你继续带领阮头前路走，阮的每一时。一天拢人去了得主，稳定满满，到阮三角得地，阮献上感谢，求主你详细，大宽容的主啊，阿爸上帝，你是阮创造，你是阮生命的主，你是阮生命的源头，主，阮感谢你，爸上帝，阮将每一位兄弟的心灵的病痛甲痛苦，拢交托伫你的手里。主，你要做因的主，你要做阮每一个人的大的主，你的医治也要临到每一位兄弟，互阮的肉体毋但得到医治，阮心灵嘛得到充满，得到健康。主，阮将每一位兄弟交托你的手里，恳求圣神你亲自同在，医治看顾，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咱为了今仔日来守望，咱过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来。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话，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咱为了今仔日，咱真欢迎邀请咱陈博士牧师、陈表志牧师，来为咱讲道，嘛继续为了咱的聘牧的事工来祈祷，为了。中职团队甲这礼拜各项的服侍同工会当来祈祷，求主圣神来压榨、来保护、来带领，互会友、互教会拢会当得到成长。咱为了这来三个来祈祷。主上帝，阮搁一摆感谢你，主，阮只是要为着阮教会牧者、阮的中职、阮以及所有的同工来守望祈祷，求主你恩果满满，赐下你属天的贵力，甲你的权柄，或者所服侍的事工，拢当荣光的主，拢得到好处。求主你，互头帮主事务所工的地方，这信息，这阮会当得到内心饱足，阮灵魂来经营，阮献上感谢。至高的主啊，爸爸上帝，万权定的主，阮献上感谢。感谢你赏赐予阮稳定，予阮有气力，每一位兄弟拢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积分顶面，拢会当来服侍你。主，阮感谢你。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陈表志牧师今仔日来教会来讲道，来讨帮助你，要教示阮，要赏赐阮的功课，甲旨意，互阮的灵命，你着成长，你着把助，阮献上感谢。恳求主圣神来祝福伫每一位中职同工，每一位会友，拢愿意为主来做工的心志，愿意付出代价，愿意付出时间来为主来服侍，为教会来拍拼，为主你福音的国度来努力。愿恳求上帝圣神大大压榨祝福，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咱嘛为了个人，真拄有讲过吼，拄有聘牧小组吼，咱嘛为了今仔日财务部的部会志工队的干部会议，甲好的手册今仔爱定稿会当顺利完成。好，那为了教育部，今年咱有安排，教育部有安排信徒讲座伫1月27拜六
拜六请未报名的兄弟赶紧报名吼！伫1楼报名嘛会使吼，伫1楼签名吼，赶紧来报名，这真难得。我嘛是邀请表示牧师吼来为咱来做迄个信徒讲座，内容真充实吼，所以大家大家爱把握机会吼。而且嘛为着教育部同工吼，伫个事工顶面会当来努力吼，工作甲家庭拢得到上帝的赐恩祝福。咱为这来献上祈祷，大家祈祷来，主啊，感谢上帝，我们感谢。所以表示批评上帝，主，我感谢你，你的教会，我有这事工需要来推动，主，我恳求你，这我们所推动，这工课，拢会当荣耀的主你。特别阮伫2024年，我信徒讲座会当为兄这带来这个熟练的操练，会当搁较来亲近主。阮伫做这个事工中间，恳求主你一直来亲自来赐福伫这中间这面顶，才会当顺序来推动，增加阮灵命的信仰上的造就，就感谢基督过的所有，阿门。听阮的主上帝。搁一遍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无限的疼，感谢你大大超过阮所想所看的一切。主，阮也将所有的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主圣神你来带领阮教会聘务的事工，求主圣神你亲自来竞选、来呼召、来引带适合的教会发展的牧者来引带教会来成长。为主你的福音国度继续来努力，恳求主圣神你来看顾下部财务部伊志工大队的会议，以及教育部所推广的信徒讲座，求上帝圣神你来感动呼召会友会当欢喜来参加尽心来参加来领受来成长来装备恳求主圣神你来赐福伫每一位同工。伫家庭生活顶面，拢大大来祝福，求你圣神来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继续，咱来用主祷文来三个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落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得侍奉的仆人啊，着称赞上主，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称赞上主。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錫安赐福气予恁。咱做伙来吟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你吟全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贵来拯救你，俄罗尊。
心之意升灯，甲我当心欢喜称赞。我若万有的主上帝，愿你实在记忆，不可照顾你未受害，软弱的祝福之。你咸无看，心内所困无的事，照伊命令得着修饰。我主过你工作，幸福个保护你。你的主爱甲怜悯，本当常常看顾你。平心难受，主若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我着亲人学落天平，学落伊大观念。世间情人拢着做啥？学落伊面前。愿望阿们，求主眼光大坚坚，永远学落伊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学罗你，你赏赐主耶稣基督，诚做人的样式，为着阮会做定死伫十字架，互阮所有接待主耶稣的人，拍开心门的人，拢会当得着天父你的赦免，会当成做上帝你的囝儿。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阮每一工拢要伫你的面前定心的立志，要过一届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阮每一工的所想，阮的行踏，拢要得到你主你的欢喜。主，阮感谢你，保守昨日的总统、副总统、甲立法委员选举平安顺利。求主掌权，互你所敬调的执政团队有对你来的智慧，行公义、好人民，有谦卑的心。明白赏赐权柄的上帝，来听台湾这块土地。主，阮为着教会聘请牧师来祈祷，为着聘牧小组的成员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甲异象，顺服上帝的引带，恳求上帝带领你所批办的牧者来到阮的中间。阮也为着主日财务部部会志工队干部会议。互会手册定稿顺利来祈祷，阮也为着教育部2024年所办的信徒讲座，第一遍就是伫1月27，求主帮助阮，互会当为兄弟带来属灵的操练，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亲近上帝，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求主保守教育部的同工伫侍奉会当尽心尽力，伫工作甲家庭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主，阮即时将阮今日的主日敬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阮，互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是柔冷的，是肉的心，会当听主你的教示，听主你的教导，诚做阮一礼拜的快乐。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让阮祈祷。请坐。咱三甲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10篇就是诗篇27篇。启用文第10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
我还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咱这时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还有，还有，好，那请大家一起念。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伫伊厝内，放我伫石板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条件我。上主啊，我来条件你。求你毋通暗面误插我，求你毋通受去赶你的奴仆。我一直是我的帮赞，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予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活地的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就信靠上主，就勇敢壮大，就信靠上主。阿门。好，那这是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我曾经伏在耶稣脚前。曾经伏在耶稣脚前，何等快乐日！因着相信立刻的安宁，我从罪有的洗净。容我述说长远故事，满有恩典真自在，心中不禁涌出荣耀赞美，升到他奇妙的爱。我曾经伏在耶稣脚前，寻得天上真安息。他的荣光照进我灵里，我的灵极有生气。容我述说长远故事，满有恩典真自在，心中不禁涌出荣耀赞美，升到他奇妙的爱。
们尽伏在耶稣脚前，坦白承认重罪过，恩主的是赦免赐安全，救主的是如今天。容我述说长远故事，满有恩典真自在，心中不禁涌出荣耀赞美，称道他奇妙的爱。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4章10节到15节。出埃及记14章10节，埃及王挖掘的时，以色列人一个看到埃及人立活来，就真惊哀求上主。因甲摩西讲：是埃及无蒙地，你才带阮出来死伫旷野是无？你是安怎安尼对待阮？带阮出埃及，阮伫埃及敢无甲你讲，莫插阮出在阮服侍埃及人，阮宁可服侍埃及人，比死伫旷野较好。摩西甲人民讲，毋免惊，徛好在，看上主今仔日安怎解救恁。恁今仔日看到的埃及人，一定永远袂阁看到。上主要为恁交战，恁着安静。上主对摩西讲：“你是安怎对我吼叫，就叫以色列人向前行。”以上，这是要请陈碧志牧师来讲道。陈牧师是咱进前的青年牧师，讲道的题目是“迦南到红海，迦南到红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过一届转来迦南教会，好，甲咱每一位兄弟见面哦。顶一回转来伫遮的时阵是2015的8月份哦，迄阵就是准备要离开嘉光教会，安尼算算时间呢，已经经过8年外的时间哦，无转来到遮。2012年的时阵，咱迦南教会开拓嘉光教会。所以对2012年以后，就真罕有机会，甲咱每一位兄弟伫遮做伙敬拜上帝。但是经过这10几年的中间呢，会当转来到遮，看到咱每一位兄弟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切。所以真正有这个回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所以感谢上帝，互我会当有这个机会，过一摆转来到遮，甲咱做伙敬拜。但是要甲咱大家恭喜恭喜什么呢？新年恭喜！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新年恭喜。虽然呢，咱已经顶礼拜就头一个主日啦，不过呢，咱伫遮犹原是爱新年恭喜一年的开始。然后呢，咱嘛爱恭喜的就是咱恭喜这个新一任的总统已经真顺利来选出来。咱嘛爱甲因来恭喜恭喜这个受选的这个总统。总是咱嘛爱来感谢咱现任的总统，甲现任的立法委员，爱真感谢因过去的努力，不管是8年也好，4年也好，伫遮认真拍拼，互咱台湾继续向前。但是呢，咱嘛爱为后一任的总统、赖总统、甲即个萧副总统，为因来祈祷，求上帝也带领因，甲咱的新的立法院的遮个立委，会当继续行伫上帝所欢喜的路。即个今集，伫即个跨年祷告会时阵，嘛甲咱分享，拄则咱的长老在祈祷的时阵，犹原嘛继续用即集，米迦书6章8节，就要行公义，心存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我想这是咱爱继续向前来努力的。嘛爱恭喜，咱的这个迦南教会真个牧者的团队，
好，伫顶礼拜也伫青埔，好开始新的教会开拓，好嘛知影讲有真侪兄弟姊妹，好第一届的主日就真侪兄弟姊妹，好伫遮来参与。我想好嘛爱为着即个开拓教会，好遮的工课，好来祈祷，也为着遮的牧者同工来祈祷。好，虽然毋是迦南教会直接来开拓，但是我相信，好咱真侪遮的资源也好。真侪遮的大道也好，吼，拢甲咱迦南教会吼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恳求上帝当继续带领由牧师刘牧师甲黄牧师，吼，甲遮的同工，吼，当继续伫青埔为上帝做真好的工。咱三甲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进入到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感谢上帝你的看顾甲带领，互阮经过人生的路站。主啊，总是阮知影阮所行的路，伫上帝你的意念中间，关过阮的意念。上帝你的路也关过阮人的路。阮也求上帝继续带领阮，伫新的一年的开始，互阮继续向头前所踩标来跑走，也会当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器具，来迎跟上帝你的众人。为着新任的总统、副总统、立法委员。为着新开设的教会愿上帝和福音的工作，会当继续来讲传。愿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伫新的一年，有缘要甲咱来分享，就是新的一年，咱的目标是什么？当然，对迦南教会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即马无牧者。但对迦南教会来讲，无牧者真空，这是爱回溯个真久以前。对单独由牧师、真牧师到地牧师到游牧师，安尼连续5年的牧师，迦南教会真罕地讲真空，拢无牧师。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这是一个对咱的长老来讲，对咱的职事，甚至对咱每一个会友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毋捌无牧师伫迦南教会哦。所以这段过程呢，我相信像是迦南教会牧师，我相信上帝一直是咱迦南教会牧师，阿门。上帝一直在带领咱迦南教会，继续头前的方向。所以要怎互上帝来带领？我相信上帝的话是上界要紧的。所以每一天会当读上帝的话，就是要甲大家来分享。咱就爱互上帝的话，诚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根。我即个看到咱迦南教会周报顶悬呢，即个是第3页的所在。咱的读经有即个新安宫的读经，嘛有研经释义的读经，甚至有一抓是1年将圣经读了的即个读经的进度。我想咱若要互上帝做咱的牧者，咱就爱每一天军队即个牧者就是上帝的话。每一天咱将即个周报礼拜三毋通甲伊等遐夹。早登去厝诶，囥伫你诶册桌啊，囥伫你诶门床顶，互咱每一天会当照遮诶进度来读上帝诶话。我要甲大家分享诶，是咱台湾长老教会所编诶即个每日新安宫啊。当我伫迦南教会做青年牧师诶时阵，就有机会去参与写即个新安宫，安尼真久诶时间，发现新安宫呢，是一个信用诶反省，因为新安宫真短，每一天短短。你会看到内底写的，敢拢毋是咧写圣经，甚至你会看到伊咧写政治也好，写历史也好，咧写社会遮个议题也好，也是咧写原住民的部落遮个生活也好。其实这是一个信用的消化甲反省，就是将圣经的话读入去了后，转做要安怎来应用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上个要紧的，毋是读新安宫，是读圣经啊！好，甲你的隔壁兄弟讲，毋是读圣经，毋是读新安宫，爱读圣经，毋是读新安宫，爱读圣经啊！不是只有读心眼光啦，有的人的人生只有在编辑的新安宫，安尼你无帮助，因为你是咧看到人食过才会消化物件。要紧的是读上帝的话，所以我感觉一个真好，就是咱会当先将上帝的话来读。然后再来读新安宫，安尼咱检查会当更较有利益帮助。无共款的人对上帝话，你有啥物款的启示甲帮助呢？我要伫遮分享一个网站，是高雄阿美族的教会同工因所做的，这是高雄的港美教会哦。这是阿美族，因的同工呢，每一天将新安宫的圣经集，用读的，伊甲录起来，然后
读了后呢，过来读神安公，然后才祈祷才默想。好，安尼差不多8分钟的时间，好，真短，每一天只有8分钟的时间，到10分钟还是12分钟。好，长短无一定啦。好，但是你会当将一天，好，上帝做咱的牧者，做咱的开始。好，伊是每一天透早5点，好，伊就会铺上这个 YouTube 啊。所以你登起当来搜寻，伫 YouTube 来搜寻每日新眼光，然后找到这个港美教会，好这个每日新眼光，你甲订阅。佮甲开即个铃铛，你逐工要看 YouTube 的时阵呢，伊就会走去你的手机顶管，好，伊甲放落，下咧遮来听，好，无因为我知影咱有时阵年岁较大，好，像我即马嘛是40岁时阵呢，圣经开始，咱会爱摕安尼来看安尼，好，有时阵看物件就爱安尼来看，好，因为我知影咱年岁愈大的时阵，好，可能听对咱来讲较利便，好，所以伫遮甲咱来分享。新的一档，互上帝为做咱脚前的顶甲路上的根哦。咱的新安公，吼，今年对出埃及来开始，所以读到今日，吼是12章的所在啊，读到12章的所在。所以我要用这段的圣经来甲咱三甲来学习，三甲来思考。出埃及记这本册呢，简单来讲，就当看出上帝对全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出埃及记这本册，吼，咱常常咧笑讲咱要出埃及，但是读这本册呢，无法度读完，读到20章的时阵，拄啊一半的时阵，就停在遐，10条该读了后呢，吼就停啊。为什么呢？后壁咧讲到这律例，讲到这典章、这规则的时阵呢，看袂落去，最后就安怎出不了埃及啊，吼，出不了埃及，好，所以你若真正捌甲出埃及。好，对头到尾1章到40章拢读过，安尼来甲你恭喜，吼，你真正出埃及啊！但是呢，咱也无甲伊读了，安尼咱就一直出不了埃及啊！要安怎甲出埃及记读了呢？我感觉咱爱先了解伊到底咧讲啥物。出埃及记呢，好简单，会当看做3个重点。头一个1章到18章是咧讲上帝拯救，咱再讲一解。上帝拯救，所以对摩西的出世开始，到上帝调摩西80岁时阵，爱登去带这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安怎拯救？用10个灾祸，互因会当真正离开到埃及。19章到24章，19章到24章讲到上帝的律约，请咱嘛做讲一解上帝的律约。这个律约，吼，就是来到西奈山的山顶、山脚，然后呢，伫遐来颁布10条诫，到后壁写上帝的话，交因教导到24章，这就是规则。24章上帝甲以色列人来律约，律约了后，因正式成做上帝的子民。煞只最后一段，25章到40章叫做上帝的同在，请咱嘛做讲一解。上帝安怎甲这群人伫旷野甲因做伙同在，通过会幕，通过祭司，通过祭坛，通过遮个敬拜的生活，上帝一直甲伊同在，所以看读到出埃及记煞尾时阵，看到上帝会幕起来啊！上帝因跟就甲即个会幕三甲同在，上帝就甲因一路做伙行。所以出埃及记40章，你若要简单3个重点。就是这3点，咱搁做伙读一解。头一个是上帝拯救，第二个上帝律约，第三上帝同在。安尼恭喜，咱就出埃及啊！所以出埃及就是要互咱读出上帝安怎甲咱同在，上帝安怎用每一天拢甲咱做伙，不管是伫旷野也好，伫埃及地也好，甚至伫到要进入的迦南地，出埃及记这群人。大部人60万，加上遮个妇女，加上遮个囡仔，超过200万人。拄开始的时阵，这200几万人是奴隶的身份，做苦工的，一天可能赚无1顿，做奴隶做苦工。但是出埃及记结束的时阵，这群人变做啥物？上帝的子民。你有感觉真无简单？咱台湾过去顶礼拜我才去这个红毛城，红毛城的头前迄个红毛城头前插12支的旗啊，这高旗的旗啊，这个旗啊呢，代表讲台湾去互9种无共款的人来统治过，对西班牙、荷兰，一直到这个
中华民国台湾伫过去的400年的历史的中间，去互遮无共款的9个政权，互伊统治过。台湾人捌做过无共款的政权的努力，但是咱通过昨暝的选举，咱看到台湾人行出家己的路，这是台湾人家己的选择。所以台湾人会当行出家己的路，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所以咱来献上感谢。出埃及这群人，因是努力啊，做埃及政权的努力上界基站的。因伫迄个所在无自由，但是等咱读出埃及结束的时阵，这群人因是做上帝的子民，因 freedom 因自由，因当勇敢的向前来行。我想这是真侪咱伫现实时这个时代真好的学习。出埃及记这本册伫希伯来文，伊的头一个意思就是名字，这群人的名字，就是雅各的子孙，这个名字做希伯来文书名的开头。希腊文叫做离开啊，就是 Exodus， 就是离开埃及，离开埃及。因要离开倒咧，要离开埃及，因为这是一个奴隶的所在，是一个罪恶的所在，是一个无信上帝的所在。上帝爱因离开，离开去对呢？来遮是对，来迦南啦。上帝爱因出埃及，入迦南，来迦南，迦南是啥物所在？就要问迦南教会的会友啊，你就上界亲的了解迦南是啥物所在？迦南，咱若照圣经来看，因要离开埃及，去到迦南迄个所在，其实迦南嘛是奴隶的所在，底下有9个王，底下咧管理，伫做底下咧称霸。迦南嘛是真侪遮的偶像，真侪遮的生命财的所在。迦南遐个人，迦南人，遐嘛是真歹的所在，也是无信上帝的所在。因去到离开埃及，去到迦南，敢真正有较好吗？如果咱若读旧约圣经来看，因去到迦南，敢真正有较好吗？但是读圣经时阵，咱发现迄个所在无真正较好。随望上帝甲讲，老年甲密的所在，因伫遐要入去，但是要紧的是真无简单，真无容易。因为第一关因爱过红海，然后第二关因爱经过旷野，第三关经过旷野爱过约旦河。第四关约书亚记，因爱入去约旦河过去，爱甲遮个迦南人甲因相台相战。这是一段非常辛苦的过程。入迦南，毋是安尼，咱坐飞轮机机票买，飞入去认定以后，咱就入迦南。这是一段真无容易，对过红海开始。所以过红海，互即群人努力。改变因的本质，改变因的头壳，改变因的性命。当甲因准备好要进入迦南的时阵，这群人已经成做新创造的人哦。迦南地，这是一条出埃及是一条不归路哦，就是无回头的路，无回头的路。咱讲数学点跟点最短的距离叫做什么？直线直线。这2点上界底的距离是一条直线，但是咱看出埃及记，上帝根本就是无带因行这条直线。圣经讲，当埃及王要放这以色列人出去的时阵呢，上帝就无爱带因行这个上帝的直路，挑故意带因行远的路。为什么？因为伊会经过非利士人的地，伊若经过遐，伊会叫非利士人欺负啊。这群人做努力真久啊，因毋捌甲人争战，毋捌甲人相台。因若行迄条直路的时阵呢，刚才因会挡袂牢，马上就回头。上帝爱因出埃及，但是不准无要互因回头。所以上帝讲要带因西绕着远道，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了。爱带因行远的路。所以就爱行到西奈山、西奈半岛，经过旷野，到伫米甸的所在，到阿拉伯迄个所在去。甚至呢，当因出去行红海时呢，这是74译本的翻译了。以色列中间的第5代的人，因嘛带因出埃及，表示讲因伫埃及地已经带到第5代哦。
对雅各开始啊。请问咱中间你做基督徒已经第5代，请举手一下。哦，苏端长老，处瑜长老，歹势，处瑜长老，介成长老嘛是哦，第5代佫举较悬的一个好，多谢。你想看卖啊？你的第1代的祖先，因迄阵的信用，到你即马第5代，检测咱佫有第6代呢。到你的即个信用会当保持到即站。这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呢。伫这段咱看到上帝无互因行滚滚的路，因为最短的距离无拄拄是上帝安排的路。好，请你甲你隔壁兄弟讲，上帝的路无拄拄是上帝安排的路，上帝的路无拄拄是。好，我相信咱若食愈老的时阵，咱就愈有即种的体会甲体验。少年拢爱紧，拢要冲。从我来做青年牧师的时阵，伫遮足少年的，来到遮的时阵30，未满30，满30岁啦。31岁的时阵，迄阵呢，原来少年，所以呢，做代志拢想要足紧的，拢要冲。但是呢，迄阵主任牧师讲，莫遐紧，慢慢来，较慢的，较慢的。所以我讲为什么爱慢？咪较紧的，愈紧愈好。但是呢，你到一个年岁坎在时阵呢，你会感觉讲，真正上帝的路无拄拄是直线，上帝有伊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好的。而且呢，上帝伊就是互因莫去学习，莫去避免战争。但是避免战争，毋是叫因拢毋免一世人毋免战争。咱即届的选举，为着战争的代志。为着做兵一党的代志，哇，真做大家真烦恼的代志。你看到以色列人，上帝讲无爱互因战争行较远的，但是等因过红海，战争马上就来啊！亚玛利人，你会记得摩西安怎带因征战的吗？摩西伫山顶安怎举手，举2只手，举到日头落山呢？因的战争是安尼开始的。所以因要离迦南对迄个约书亚，对于10几岁开始战到伊老啊嘛是80几岁，嘛是抑搁在战。所以战争是无法度避免的。我毋是讲甲中国的战争啊，无法度避免。我是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战争，不管是属灵的战争，甲世界的征战，是无法度避免。上帝互因避免这个战争，是互因为着学习。正确的战争，直到咱看到以赛亚书讲的战争消失了，然后咱嘛看到后一代的人若无出埃及，安尼就毋是真正的得救啊！若是只有遐个人讲好，阮出来，遐后一代、第3代、第4代、第5代，佫留伫迄个所在，安尼毋是真正的出埃及。所以咱若信主，对只举手的人，对你开始神，你的第5代。会继续伫教会敬拜上帝无？这原来是一个挑战，这就是我要讲的征战。你的征战伫什么所在？你的后一代会当继续伫遮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无？咱若是征战，征战错对象，安尼检测咱用足大的气力，但是就无法度。这个地图是因行的路线。但是呢，一般是行伫西奈半岛，因为西奈山就伫西奈半岛。但是这张地图小可无共款，伊的西奈山是伫米甸的所在。这是21世纪，这个圣经学者去有新的看法啊，新的看法，讲这个红海呢有8个不同的红海，因过红海，毋是咱想的迄个红海那边。另外有总共有8个红海，拢有可能是因离开埃及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呢，我感觉这个路线，为了真有理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无伫遮来分享。咱看到出埃及，因对危机来开始，但是变做是转机哦。对危机变做是转机。我还记得2012年，迦南教会去开拓这个加更教会时阵，过无偌久，半冬那定。发现讲加更教会做的迄个礼拜堂呢，竟然是违建。过无偌久，3个月以后，迄个礼拜堂呢，就去到迄阵是管政府，迄阵是市政府啊，就拆对
天棚吼，一直跳到1楼吼，啊就挖几啊大坑哦，因为迄是二次增建的即个违建哦。所以这对嘉南教会来讲，嘉根来讲哦，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哦。好，因为拄做好的所在啊，拄设的即个点，好，但是呢，煞拄着违建，连礼拜顿的拢挖一坑，吼，迄个徛讲台所在，吼，尾也是用棒仔砍的。但是每一届呢，徛喺顶悬咧讲台的时阵，我拢知迄下骹是空的，吼，真正是空的啊。若是地大的时阵，牧师就无去啊，就少咧去下底去啊。好，啊，这个危机呢，好，但是上帝安怎可以变做转机呢？这个转机，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好，尾啊，嘉南教会就支持嘉根，吼啊800万，好去买，好去找所在，结果就买到即马真好即个地点，好就伫爱买的对面，伫纵贯路的路边啊。所以每一届呢，好我若想到即个代志，我就讲吼，足感谢迄个厝边啊，毋知虾米人去检举迄个违建的，好我就爱真感谢伊啊。伊若无去检举啊，凡是嘉根教会即马也伫龙安街好181号迄个所在。继续伫遐租厝做礼拜，但是因为拄着即个大危机，哇！无想到讲，才开拓无到一档，竟然就去买一个1200万的礼拜堂，然后1250万，然后就伫遐开始敬拜，伫遐来设立。所以每一届危机，咱莫伫遐埋怨，莫只有想讲啊，无路啊，无路啊，咱只要会记得即个过红海。上帝意思是好，所以家己隔壁兄弟甲过来讲，危机就是转机。好，搁甲另外一边讲，危机就是转机。好，毋知影咱即马拄着虾米款的危机？我知影咱中间是个真侪人在烦恼啊，无牧师啊，嘉南教会要安怎？无牧师要安怎？但是免烦恼，因为。上帝有安排真侪人，咱嘛真感谢咱的这中职同工啊，已经拢将今年所有的这服侍，拢安排起真好势。所以我看到地牧师会当得来伫咱中间斗3工，佮看到俊如长老嘛当得来伫咱中间来斗3工，我感觉这种是上帝带互嘉南教会一个转机啊。第二个就是过红海，代表彻底画清楚界线。14章的10到18节，时间的关系，无继续来读。但是拄则咱有读到，就是因伫遐过红海，上帝遮尔啊辛苦甲因带出来，但是既然伫红海的头前，因伫遐甲摩西骂啊，拢是你啦，甲阮吵到遮，阮连大的所在拢无。阮若继续住伫埃及地，阮也有大的所在，因为阮已经第5代伫即个所在啊。即摆阮伫红海是要待伫地。伫遐甲伊骂，我相信真侪人伫遐气甲要死。但是呢，摩西煞伫迄个所在，安怎甲伊应答呢？摩西讲：毋免惊，爱徛在，因为今仔日你要看去上帝安怎甲恁拯救，恁袂阁看到这埃及人，上帝要为恁征战，恁只要安静，莫出声。拄着危机的时阵，莫伫遐。拗念，一个人念，无要紧，100个人伫遐咧念的时阵，就开始会影响。所以咱若看到台湾的选举，大概就是安尼，一个人在讲，无安怎，但是开始媒体也好，即个网络也好，即个声音一直出来，其他人拢会受到影响，强要阁拍来啊，即个炸弹阁摆好啊，安怎，所以引起大家会惊吓。本来大家拢无在惊的，就继续行就好啊。红海伫遐无要紧啊，继续行就好啊。收嘛甲收过去，但是呢，即马大家伫遐开始1个、2个、100个、1万个、100万个，大家拢伫遐咧骂的时阵，哇，规个迄个心拢扬起啊。但是你看摩西有勇敢无？一个人面对200万人，伊讲免惊，安静，莫出声。14节读到遮，后一节呢？上帝甲摩西讲：为什么甲我哀求呢？其实摩西也真惊呢。摩西嘴无讲，心内底甲上帝啊，要安怎救人哦？化救命！上帝摩西真正无步啊！伊迄10个灾祸遮厉害，但是行到遮伊无步啊，伊毋知要安怎行呢？但是上帝讲，用你手头的管。
甲海冲出去，好，恁就甲伊行，恁就当伫大地行过去啊。好，所以咱若搁看这段圣经的时阵，其实上帝早就甲伊备办啥物呢？手的迄支管哦。其实咱看到这群人因离开埃及，但是无目标，到伫红海头前，每一个吼真正是毋知要安怎去，因为因毋知因要去啥物所在。所以离开，好，咱知影出埃及是一条不归路。要离开，但是无看见目标，安尼咱毋知影，甚至比最努力更较凄惨。但是呢，摩西伊虽然无清楚上帝后一步是啥物，但是伊只有一个信心，相信上帝，上帝今日绝对会甲恁拯救。今仔日上帝绝对会成这个事，恁袂阁看到这埃及人。其实上帝早就将这个管交伫摩西的手，当上帝头一摆叫摩西去见法老的时阵，迄支管就伫伊的手头。所以咱看去讲过红海这个界线，上帝无爱互因转来，就是要互因过去，无互因阁回头的机会。虽然红海呢，是一个真大的困难，亲像一道壁，亲像一叠山，亲像安尼，毋知影路生伫什么所在。但是只要咱有上帝的管，咱会当行过去。我回想，伫迦南教会2006年，头一届做青年牧师，头一届要带青年去短宣队。迄阵呢，本来是要带去南投，系山顶，要去遐一礼拜的底宣。但是呢，要出发进前呢，拄着迄个风台来，所以迄个风台呢，一直来，拄好就是要出发的迄几工啦，就风台要来。佫知影讲，迄个阮去的是伫翠峦部落例行产业道路，迄路足歹，迄平常路就足歹啊。若佫拄着风台，可能入去后就无法度出来。所以迄届哇，真正要安怎，毋知会当去还是袂当去。最后呢，知影讲风台游完要来，但是呢，就讲安尼好，甲牧师报告讲，牧师，阮游完要去，但是呢，阮即届莫走遐远，莫去山顶，阮就去大园就好。就借即个树林兄，借因的厝，伫迄所在讲，阮就伫因的厝，因的厝哦，足大间呢，伫内底会当住20几个人，阮就伫遐逐工灵修，伫遐甲伊囡仔安尼会当甲因上课读圣经，伫遐大家伫遐聚会一礼拜，安尼嘛袂歹啊，就去。结果去到迄个所在呢，就每一工就是照表操课，但是呢，原啊，就伫带因出去祈祷，我就带因出去去海边，去捡粪扫。一天呢，带因行去海边咧捡粪扫的时阵呢，发现讲，遮哪有一间育幼院伫即个所在，遮哪有一间育幼院，伫即个所在呢，就真好奇，就入去甲伊参观。内底60、70个学生呢，这学生呢，拢是免钱，迄阵个政府无补助足济，住伫迄个所在。所以呢，阮就连续3、4天，拢去甲即个育幼院，去甲因做伙，甲因斗阵，然后佫陪因，甚至呢，知影讲即个育幼院真趣味哦，就是因透早5点，拢爱出去行6公里，逐工5点哦，都要出去行6公里啊。所以最后一天呢，阮嘛是带遮个青年，4点就起床，先行到育幼院，佫去甲因行6公里安尼，所以。回想起来讲，有时阵看无路，但是呢，即届短宣队头一届带青年出去短宣队呢，互我看到讲，哇，遮个青年，因伫安尼短宣队出去佫转来了后，大家的信心，拢增加起来，大家呢，拢开始服侍教会，所以因对教会的服侍，即届我转来看到真侪咱的青年哦。顶礼拜有参加拜6礼拜，看到咱的青年，继续拢伫教会安尼真用心伫服侍，心内真正感觉真受感动啊！过红海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其实就是伊的性命，爱受信心的考验。你若勇敢向前来行，安尼就会当来服侍上帝。最后进入迦南，是一条
相信到落尾的决心哦。建立家人就爱相信到落尾。这段圣经讲到因过红海了后，14章因过红海，15章摩西唱歌，摩西阿姊嘛唱歌讹落上帝。但是呢，过红海问题马上来，什么问题？行3天无水，无水的时阵，大家就搁开始摇把吵，一个人吵，两个人吵，哇，全部的人拢在吵。然后找到一个水伫马拉的所在，结果这个水啉起来是苦的，佫毋是讲迄个是污染的，苦的，所以啉袂落去，吞袂落去。所以呢，因就伫个摩西斗，我是要伫遮啉什么呢？结果呢，上帝甲摩西讲，摕一个柴箍，拿一个木头，等伫水的内面，结果迄个水变做安怎？甜的，水竟然变做是甜的啊！然后圣经讲，因有即个甜的水以后，上帝伫遐教导因律例甲规则，上帝互因伫遐教导呢。其实以色列人因学习律例规则，毋是伫西奈山的山骹，因即个时阵抑阁伫过红海3天的所在尔，因就开始在学习上帝的话。这个话包括20、60讲的，恁就爱明捌上帝；包括因继续向前行，20、70讲的，搁向前行到后一站叫做以琳，以琳。然后呢，伫遐就亲。遮个绿洲，有遐个绿洲的水伫遐啉，因就伫遐来集赢。咱看到因进入迦南苦水，拄着苦水，但是加入上帝的柴箍，变做是甘甜。这个柴箍代表什么？代表是耶稣的实力价。咱的生命中间，若人生拄着苦难，但是若有实力价伫咱的生命中间，我相信。会当变做是甘甜。我感觉伫迦南教会，互我上界甘苦的，就是即个民进长老的大汉后生，上元。上元呢，对即个世间无去了后呢，真正是互我感觉足甘苦，足甘苦的。但是呢，我知影有上帝的实力价，我知影有上帝好的旨意，所以伫上元无去的一礼拜以后呢，我梦到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梦到上元，一穿一套粉红啊色的衫，这个粉红啊色的衫呢，伊徛伫一个教室的门口，徛伫遐，然后呢，我就看到讲，上元伫迄个所在，我知影，伊伫迄个所在，上帝互伊有工课，我毋知有的人可能无熟悉上元啦，伊是较早是咱青年，中间一个真好的同工，足热心的，足优秀的，嘛去读神学院，搁做老爸。但是呢，当我看到上帝互我即个梦的时阵，我的心内底迄个甘苦安怎，拢无去呢？迄个甘苦拢无去，甚至我大概若受到上元的时阵呢，我阁会感觉心内底感觉真甜。因为我知影，这有上帝实力价，上帝有伊好的意思，所以我今日看到民进长老啊，甲即个历史者啊，我嘛想要甲因分享就是讲，当然大概想到。大概会艰苦，现今长老伫遮，想着嘛会艰苦，但是我知影上帝有好意思，互即个上帝实力价会当变做是甘甜。我想，人生无有苦水，人生最后拢是甘甜。上帝绝对有伊好的意思。即阵人，上帝爱因进入迦南，上帝互一条界线，即个界线毋是一条真正的红海。就是上帝话，上帝教因典章律例规则，上帝就是爱因知影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爱有规矩。这个要进入迦南，所以上帝话，上帝家己讲的，上帝话会当医治咱生命中间的破病。所以请甲我讲一解，上帝话会当医治生命中间的什么破病。咱的生命有啥物款的病？这个病你会当走去中间也好，你要去民生也好，你要去台大医院也好。但是上帝话会当医治咱生命中间各种的病，所以咱上帝话有重要无？
爱好好来读，每一工读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咱就袂互世间世俗来捆绑、来艰苦。执行就是互因合适上帝的话，起行代表爱实践上帝的话。进入迦南就是安尼走走停停，这段走走停停的过程，就是安怎样读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实践上帝的话。所以一开始有讲出埃及记3个重点，头一个叫做什么？第2段、第3段。今日咱看的是头一段，上帝的拯救。这个拯救呢，其实代表的就是对危机，上帝互咱的危机会当变做是转机。无路的时阵，嘛当看到路。上帝拯救也代表咱来受洗礼，爱来服侍，不是永远只有坐伫遮等待别人来服侍。上帝的拯救也代表爱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你唔知影头前到底生做啥物款。我会记得，当我要离开台湾，要去美国服侍时阵，还有咱迦南教会兄弟姊妹走到机场来甲阮送，伫机场的时阵呢，阮搁伫遐放行李哦，结果超重呢，所以阮5个人10卡行李伫遐伫遐物件摕出来，因就伫遐笑讲牧师，你在电线嘛炸，迄药啊嘛炸，炸迄。真正早拢无效，加在迦南教会兄弟加家管的兄弟呢，甲阮一寡物件拢提起来呢。要出国的时阵呢，迄个就是一条未知路，唔知影去到遐生做啥物款，因为唔知影头前的方向。但是一个信心，无要紧，上帝会甲咱去；一个信心，上帝会甲咱同在。所以做你勇敢向前行。咱看到摩西甲法老这2个对照，因拢同款听到上帝的话。摩西是一开始听到的时阵，3届甲上帝讲：袂因此袂使，你去找别人，莫叫我。但是摩西最后顺从，好，上帝讲啥，伊就做啥。法老呢，伊不止3道，上帝互伊10道灾祸，伊阁足铁气的，心阁足硬。听到上帝的话，坏就是坏，连家己的后生大囝无去啊，阁要出去甲人掠，最后迄个法老家己死伫红海的中间。上帝的话听到只有2种人，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啥物？法老。你要做摩西，还是做法老？每一届咱伫做礼拜，听到讲上帝的话，你就爱想，我要做摩西。还是要做法老，效果真清楚。今日这段的信息，期待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较细腻哦，较细，唔知看会到，无紧。我是否下定决心不再回到埃及？咱回想，咱过去的埃及是啥物？你过去做啥物款的努力？上帝、耶稣，甲你透开。上帝甲你离开迄个苦难，离开迄个埃及，代表讲咱袂使阁行回头的路。伫我离开迦南，到即马转来的即个时阵啊，我捌听到真侪足憾的代志，甚至捌做过教会的执事，结果无来阁无打紧，伊阁去食菜，阁去念佛，阁出家安尼，无法度想象哈。你做一个基督徒，阁做到教会的执事，竟然阁去转去食菜，实在是想象袂到。当然，迄嘛代表教会有教会的问题，一定是有出问题，有人行回头的路。咱迦南教会，伫旧年牧师离开到今年，我嘛知影咱迦南教会一寡兄弟今日无看到的，检查即马可能伫青埔遐，毋知是欢欢喜喜去，还是带着一寡的情绪去的，拢无要紧。但是呢，要紧的，唔通行迄个回头的路，唔通离开上帝。只要伫上帝内面，咱拢是行同款的路。阿门吗？好，所以这个兄弟无伫遮做礼拜，好，咱嘛莫甲伊嫌，好，嘛莫甲伊
安那指责，吼，伊只要有去敬拜上帝，有咧服侍上帝，安尼就毋是行回头的路。当当选迄个赖总统、赖副总统当选了后 ，CNN 吼，即个世界上大即个媒体 CNN 报一条新闻，伊的 headline 标题写啥物？一句话尔，伊讲台湾人无惊习近平的威胁。好，一句话尔，好，即届的选举结果，伫美国人的眼中来看，台湾人安怎？无惊习近平的威胁。对外国人来看，这是足清楚的代志。但是呢，伫咱台湾，吼，你若看今日的报纸，看今日的媒体，你若听无共款的电视台，哦，足侪个无共款的判断啊。但是当我有即5当伫国外的一个经验的时阵，我发现，哇，台湾是一个真正上帝特别宝贝的所在。伫外国人来看台湾的选举，就是安尼。台湾人做出来决定，吼，不管得票率几%，但是这是台湾人无要行安怎回头路，伊无去互迄个专制，无去互迄个威权去互伊下掉，不受威胁。第二个就是咱来回想上帝互我啥物款的帮助，像摩西有一个管，即个管伸出去就会当过红海。你的管是啥物？我的管是啥物？我认为，咱的管就是即个。你爱查即个上帝话炸条条，甲你隔壁兄弟讲，爱甲上帝话炸条条。毋是讲你着爱逐工安尼去上班吼，你着爱逐工安尼吼去食饭吼。炸条条，摩西迄10条，迄个两块石板是石板。到耶利米书，上帝讲刻伫心，吼，刻伫心内底，吼，心上哦。所以上帝话炸条就是你的心，吼，拢爱甲上帝话留的，毋通互伊灭去入。要讲话，要做任何代志，你安尼才会当过红海，吼，这就是上帝互咱的管。最后，吼，就是咱要选倒一条路进入迦南。一开始有讲，毋是最短的距离，上帝路，吼，有可能是死上紧的。你若想要冲，你若是想要安尼一直弄，吼，安尼可能。上帝路，10年前，2014年，地牧师离开迦南教会，到今年都要10年。牧师去圣经公会9年的时间，这10年的中间，咱会当用这10年来看，顶一年的牧师，到即马已经经过10年的时间，迦南教会有改变无？我感觉有改变，虽望这个礼拜等。阁有咱遮的会友真亲切，但是我嘛看到真侪遮的兄弟，真无很多新的面孔，嘛感觉迦南教会继续咧成长，顶礼拜伫隔壁遐做礼拜，迄更较无共款。这10年，是一个未知路，但是咱回过头，迄阵咱若等到10年前，主任牧师要离开，主任迄阵大家可能拢会甲即摆心情差不多。主任牧师要离开阮要安怎？啥物人要来继续咧？但是安尼嘛是已经10年的时间，所以咱就爱有信心，咱要继续入迦南，毋是来到迦南教会就真正完全进入到迦南，但是就是一直甲咱提醒，咱伫迦南教会就是爱继续向迦南地继续来迈进，继续执业的时阵就是读上帝话。起行的时阵，就是爱实践上帝话，互咱当一直行到迦南地，就是上帝国迄个新的天，迄个新的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今年的开始，会当对出埃及记来学习上帝你的心意。阮知影，阮台湾人经过400年的历史。伫逐种无共款的政权的下面，对1996年即个总统的直选，2000年的政党的轮替，阮看见上帝，你互台湾的民主愈来愈成熟。阮也为着新就任的总统的团队来祈祷祝福，会当继续行公义、怜悯、谦卑，甲上帝行的路。不管选举以后。
社会也是政治上的风险，亲像红海共款。但是，互阮的心头了定，互阮会当对上帝的话来好好啊安静祈祷，看上帝你所要带领的方向，也互台湾的社会、台湾的人民、台湾的百姓，会当更较有智慧，会当更较信息，亲像以色列人对奴隶的身份转化，成做上帝子民的身份。也愿上帝祝福恩高227教会。尤牧师所带领的团队，甲兄姐同工，每一位伫青埔会当为上帝做真好的工，会当将福音来讲传，互更较侪的家庭，互更较侪的人来明白上帝，会当将上帝你的拯救传到世间的落尾，也继续祝福伫迦南教会要向前迈进的路程，特别伫这段无有牧者的期间。长老、执事、同工、区长、小组长，每一位兄弟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有缘心头了定，有信心继续向前行。愿上帝的信心亲自来带领，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是我靠上帝神才会当来成这个事。愿咱的祈祷恳求，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